人离开故乡，我不知啥呀当，为爸母袂当了解，祸害阮的爱。讲伊是山车的人，毋是理想的翁婿。我阮心伤悲，毋敢过见，希望伊原谅阮是乱良的女儿。掠着心爱的人，离开故乡到台南，心内是更加痛苦，每日目眶红。伊对阮真情真意，阮也对伊情意重。阮命天决着无人走帮忙，幸福的甜蜜甜梦变成一场空。伊珠泪那滴，又对天所爱比，拜托着月娘替阮对伊来表示，当情阮并无勇气反对爸母的阻止，听着做一个无情的女儿，心爱的就爱打拼，唔通。